台湾第一家延平老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，老街内风采土地公的福地爷庙，伫1802年清朝嘉庆年间就建立。现在大家所看到新庙，正是2014年将信道一举中建，2019年完工的现代建筑。该庙由管理人洪武雄设计打造，所营造新旧融合的台湾老厝风格，嘛，互伊真无共款。庙大家拢有嘛吼，咱是毋去较特别，较有一个现代感的迄个庙，互人感觉入来真清静吼，真安尼舒服感吼，有迄磁场的庙，所以去着伊八吼庙来特别来去吼，有即个庙，你若要较一个新型的感觉。你嘛爱有一个迄个旧的物件，所以这厝顶，这厝顶就是古早遐，这古早遐就是讲，你一个新的内底有一个古早遐，较会有一个庙较有水，新甲旧较会当融合嘛。福地爷庙除了建筑的水，更是要传达万物为缘，唯美在心，强调人的水歹拢是心的关系，用心灵教育，希望创造和乐社会。加上主殿的香槟边仔，一边用摄影作品，一边用福地爷的文创品，包括香槟的光明灯等等，要甲民众互动结缘，大家当自由奉献，将圆满祝福砸转去。两边让你皮村这个庙吼，感觉特色，就是讲参别间无较有艺术感，吼。所以我这边来用天然相片，这边来做一寡文创的物件，或者文创来讲。互人来看，这小可物件，有这价值，参福地结一下缘，就买一下小可物件，有互动，感觉真有价值，互文创安尼起来入来看，足清清，足美丽，安尼大家有一个迄个心中有一个迄个好的物件，安尼大顿，迄个圆满的是件大顿。未来服务处当年以安平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展览，嘛欢迎亲临欣赏、感受安平的水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